师出唐突，把海禅师傅得罪了。白海禅，整个魔道都在猜测白海禅的下落，没想到却死在了这里。竟然是空的。走了。酒肆里的戴笠魔修，刚刚看到的五玉王鼎，还有白海禅的尸体不翼而飞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有何奇怪？种种迹象表明，尸体已经被魔道所得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诛杀魔道，夺回尸体，才能保住秘密。别说这不过是你的一些臆测，并无实据。就算遗体真的被魔道所获，我贸然前去，非但未必能夺回遗体，还会让自己深陷其中。甚至真正暴露身上的秘密，或者这才是你的本意。哼，好心当作驴肝肺。别再自作聪明了。你又输了。哼，师姐欺负月儿，我要向佳兰师姐告状。山河榜大赛前进入肉身10重，这可是佳兰师姐亲自交代的。你现在去告状，恐怕讨不到好哟。师姐不心疼月儿了，人家累了嘛。好啦，给你半日休息的时间。师姐最好了，我找方涵玩去喽。我陪你同去。这次的山河榜大赛对师姐至关重要，就不用费时陪我了。无妨，毕竟方涵在天魔战场护你周全，我这个做师姐的也当去说一声谢谢。那好吧。
我仔细检查过了，丹药没什么问题。只要你吸收了这枚星斗聚法丹，将法力再度凝练，至少能达到白马之力。不过，你确定不向门派上报你已晋升真传的事吗？羽化门真传弟子良莠不齐，我如今就算成为真传弟子，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真传，得不到太大的重视。所以不公开则已，一旦公开，必须是万众瞩目，震撼山门。况且，师姐神通4重的时候，还得靠杀金石台的8人8鹤才能立位，而叶南天挑衅我，正是给了我一个立威的机会。我会让所有人看到挑衅我方寒的下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们有敬畏之心。虽然你已进入神通秘境，但此时根基尚浅，难免吃力。就让我来助你一程。眼下他们全力炼化星斗聚法丹，没时间将注意力放在我身上。哼，正是将消息传出去的大好时机。哼。师姐陪我来巡山哟。是啊。何方妖孽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！竟能发现我，你们也算羽化门中实力不错的弟子。真有啊！鬼鬼祟祟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你是何人？我是方寒的侍女，你们让开吧。切，方寒哪有什么侍女，瞎话连篇，当我是小孩子吗？那你便随我去同方师弟确认一下吧。确认一下，你们也配？鱼儿小心，他是魔族。见过龙轩师姐，这是我在地底历练时收服的魔女，还请龙轩师姐手下留情。方寒，正要去找你呢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迎接小师姐了。方寒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方师弟，你的侍女实力不错，不过魔族性情桀骜，还要好生管教。方才我护玉儿心切，唐突出手，误伤了方师弟，多有得罪。龙轩师姐哪里的话，是方寒疏于管教，才引出的误会。一个魔仆
还这么嚣张！喂，哼！既然误会已经解开，请龙轩师姐随我来。方师弟，这是我在一次历练中偶然得到的丹药，虽不能起死回生，却足以寿百古。神通秘境以下，只要没有当场毙命，都能恢复如初。这一掌倒是没白挨，可惜龙轩师姐不知道我已经神通秘境，这丹药对我恐怕没什么作用。山河榜大赛在即，这丹药对龙轩师姐至关重要，方寒不能接受。我那一掌虽然已经收敛，却依然有我3成力量，难免影响到方师弟在山河榜大赛前的修行。既然此变故由我而生，自然该由我来弥补。可这……你就收下吧，龙轩师姐这么强，根本用不上丹药。那方寒就却之不恭了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在迦兰峰可是憋坏了，你又刚好跑出去历练，都没人陪我玩了。姐姐，山河榜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出关啊？我还等着你来看我比赛呢。青薇，离我攻城出关还要有一段时日，你且专心修炼，不可懈怠。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段时间紫巅峰由我打理，督促家族弟子修行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峰内事宜无需在意，山河榜大赛在即，你也不能将精力都放在这些琐事上。只有在山河榜上取得名次，才能得到门派重视，获得更多资源。姐姐，这你就更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拉拢了一些可靠的盟友，约好了互助互利，到时候肯定少不了一个前10的名次。姐姐，你就看好吧。青薇，大道争锋，岂能仰仗他人？只有自身强大，才能在这仙道之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拉帮结派看似轰轰烈烈，但终究不能长久，反而乱了道心。你又来了，那个方寒倒是离群索居，谁的面子都不给，最后还不是要姐姐替他收拾烂摊子，要我们紫巅峰承担他得罪人的恶果。方寒是紫巅峰最有希望晋升真传弟子之人，待他突破神通秘境，我方家就会多一支柱。一个活不过10年的废物罢了。修行之人，从来不惧怕强大的敌人，贪生怕死，畏手畏脚，难道别人就会放过你？10年之后，谁胜谁负，那也要打过才知道。他能突破神通，我就不能吗？姐姐就是偏袒那个方寒，你知道为了他，峰内弟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吗？他根本没把自己当做方家人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怎么就看不清这个人呢？住口！我就是要说，要不是我去全力周旋，峰内弟子早就被孤立了。姐姐却不分青红皂白，还说我的不是。要不是其他师兄护着，恐怕连我也要遭他毒手。等着吧，他现在敢和华天都师兄过不去，以后就敢不把姐姐你放在眼里。哼！
我辈修行，实力为尊。以你的实力和资质，结交一些不该结交的朋友，并非善事。到时候，恐怕姐姐也帮不了你。龙轩师姐对那门功法见解独到，方寒受益匪浅。说好派我出来玩的。上次在天魔战场有方师弟救你，这次山河榜大赛靠的可是个人实力。你不抓紧时间修炼，少不了吃苦头。我认输不就行了？没皮没脸。月儿顽劣，之前多谢方师弟照拂。我和小师姐投缘，举手之劳罢了。方师弟新进内门，若对传功院讲授的功法还有什么疑惑，随时可找我印证。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这就要走了？山河榜大赛在即，你当别人也像你一样只想着玩闹？期待方师弟在赛场上的表现。你干什么？若不是我及时出现，你莫不是要用神通秘境的威能大杀四方了？我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们，谁让他们实力弱小，还要挡我的路？你的路？我看你那条是死路。难道我连在牢笼里面散步的自由都没有吗？自由？哼！要不是你长得像我的一位故人，你早就死了。记住，没有下次。万罗师兄，这便是紫殿峰方清微师妹了。内门弟子方清微见过万罗师兄。方清雪师妹气韵深厚，资质绝佳，修为一日千里。没想到她的妹妹资质也这般优秀。万罗师兄谬赞了。在这羽化山内外门中，能得到我这般评价的极少，不必妄自菲薄。谨遵万罗师兄教诲。叶师弟，你来万罗峰不会只是为了向我引荐方师妹吧？万罗师兄洞若观火，山河榜大赛在即，方师妹空有一身修为，却缺一件趁手的法宝，望万罗师兄成全。是我疏忽了。方清雪师妹正是闭关的关键时期，想必是无暇他顾的。
这件法宝在灵气中也属上品，再加上你的实力，在之后的山河榜中应该能博得一个不错的名次。多谢万罗师兄。这种日子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！金师兄，袁剑空，金师兄，是我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师弟，我婆婆妈妈的干什么？还不快说！金师兄贵为门派的真传弟子，底蕴深厚，可否借给师弟一件法宝，让我在山河榜中立刻强敌，洗刷耻辱？师弟日后必然会为师兄效犬马之劳。哼！你一直跟着华天都，如今又说要对我效犬马之劳。金师兄，师弟办事不力，无法再为华师兄做事。如今我失去了银蛇剑，又被方寒打坏了金碧罗衫，山河榜在即，只怕我连第10名也保不住。又是这个方寒！哼，那么多真传弟子，为何你独独来找我？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金师兄关照后辈师弟，与华门上下有目共睹。金师兄为8人8鹤不惜得罪方清雪，而华师兄却……华天都弃我如敝屣，想必金师兄一定能理解我的吧？华天都，那华天都利用完我之后，就把我关在这仙牢里，要让我在这里忍受100年幽闭之苦。如今他失了人心，待等我日后出去，必要争一争这5大真传之位。到那时，哼，你可是真心归顺于我？师弟之心，日月可见。有金师兄相助，我一定可以一雪前耻。倘若我日后成就神通秘境，袁剑空保证，定然助师兄成为新的5大真传之一。这袁剑空怎么说也是山河榜第10位，虽然失了银蛇剑，但也算有点作用。即便他以后真的成了真传弟子，有我爹在，也不怕治不住他。好，你付了过来。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去一趟碧眼峰，然后……果然，这星斗聚法丹是上品灵丹。现在我终于将这灵丹的所有药力完全吸收，我现在的法力，只怕能够力挽白马。
你现在的法力凝聚不散，距离神通二重真气境更近了一步。这是羽化门召集内门弟子的钟声。山河榜大赛终于要开始了。你用阎罗金身中的封印大法，再配合隐匿符，即便是长生秘境1重的高手，也察觉不到你升到了神通秘境。好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这钟声是干嘛的？这是山河榜大赛开始的钟声。你随我前去，记住，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山河院到了，你还别说，我有点紧张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次重定山河榜。原来前10名的好几个师兄师姐，都不在门派中。哦，我听说了，他们有的是外出执行任务，有的是在外历练未归，有的是闭关时间未到。而且听说，此次重定山河榜，门派的奖励颇为丰厚，有许多威力极大的上等灵器，传闻还有阴阳万寿丹的奖励。这比起去年山河榜的奖励，足足丰厚了几倍啊！哎，这次我找真传弟子借来了厉害法宝，趁着他们不在，也许能在山河榜中分一杯羹。我们也一样啊！我觉得叶师兄说的对。叶师兄，红夷郡主，你居然还活着！你也配提红夷？几月不见，方师弟可是越来越狂妄了。叶师兄，等不及了，想和我较量一下？哼，希望方师弟能顺利晋级。山河榜上，你我再好好切磋切磋。你好歹也是魔帝传人，就这样任人羞辱？那你说我该如何处理？
我要是你，就把这些废物全杀了。这里是雨华山，不是地底魔族。用魔道的手段来解决仙门之事，只会众叛亲离，不得好死。哼，那个红衣郡主是谁？有些事你不需要知道。看来这天地异象，乃本门大难刻意为之。嘿呀，今天来的人可真多呀！哎，那就是我们山河院的擂台，好大呀！好宽敞的擂台，这一下可以在上面大施拳脚了。这山河院被掌门封印，只有山河大比才会启用。哦。嘉兰师姐，龙轩师姐，方寒，好久不见。嘉兰师姐，我先去准备了。好，期待你在比赛中一鸣惊人。瑶儿，冷静下来。月儿，上了擂台小心一些，认真对敌，不要有轻视之心。好的，师姐，我知道了。你都已经说了好几遍了。你记住就好。龙轩，师姐，你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你仍要小心应对。刚才我感觉方寒身上气息圆满，只怕实力已不在你之下。我与方寒师弟有过交流，师姐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山河榜交际是我羽化门定下的规矩，筛选出优秀弟子以便培养。这次门派拿出丰厚的奖励，赏赐给出色的弟子。如果你技高一筹，荣获榜首，则可以获得一枚阴阳万寿丹。阴阳万寿丹，竟然是阴阳万寿丹！可是能增加1甲子的寿命啊！听说门派只有6枚阴阳万寿丹啊，这可真是大福！恭迎掌教至尊。
恭迎掌教至尊。这就是羽化门的掌教至尊风白羽。言。羽化山内门大比乃是门派喜事，望众弟子竭尽全力，各显其能。显出色，有足够坚韧的毅力、非凡的意志、聪明的智慧，都能够得到应得的赏赐。诸位弟子，山河榜大赛正式开始。期待啊！山河榜共分16个擂台，各位弟子一一对决，胜者进，败者退，最终决出16人进入到山河榜大比。望各位弟子全力以赴，先到争锋，有进无退。这小子一直都讲南天师兄，这是送什么入师兄的法宝？说不定有很多鸟轩师姐好好的味斗呢。以南天师兄为伍。各位脱颖而出的选手，你们是我羽化门内门弟子中最为出色的16人，希望你们16人各施绝技，斗智斗力，争取夺得榜首之位。第一场，方寒对战殷世海。方寒，你要加油哦，一定要打败他。好。这些羽化门的弟子太弱了，绝不是方寒的一合之敌。我该怎么将交付黄泉图的消息传回宗门啊？唉，只能再找机会了。阎罗金身的封印大法，还有阎炼制的隐匿符，果然有作用。看来没有人能看破我的真实实力。你就是那个顶撞华师兄、自不量力的方寒？不错，就是我。我是殷世海，听说你暴打了袁剑空一顿，但失去了银蛇剑的袁剑空只是废物一个。如今你没有七煞葫芦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些什么手段。我今天就代替华师兄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我这口飞剑叫做坤玉，内设灵阵，剑力循环，是我得道奇遇在上古大山昆吾山中。到底打不打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28匹玄黄马都拉他不。哼，无知狂徒！死吧！
像灵巫杖这种法符，可以在方圆几里内发出茫茫大雾，再配合隐藏身形的隐匿符，这殷世海倒是有些手段。这殷世海发动的隐匿符，居然连自己的飞剑都一起隐藏，比起一般的隐匿符，倒是高明了一些。哼，方寒，你一定会被淘汰的。有点意思。小子，这次你绝对躲不开了！起！什么寒生？看起来太帅了！都有武器，这怎么打？青莲罗网！天地浩气！山河榜上走不远。方寒获胜。内门弟子借来了很多宝器，比赛好精彩的。我天眼通弱，在这里看不清楚。你想不想去山河院？我也想去，但华师兄已经站在那儿好久没说话了。你去求求华师兄嘛，再不去比赛就要结束了。去嘛去嘛去嘛，快去！华师兄。山河榜已经开赛3日了，这一届办得很隆重，东南西北风座真传弟子都有出席。没什么。太一道门的云间。烽烟将起，天地共色。且看万丈冰雪，还天地一个清净。紫巅峰方寒奋勇争先，成为本届山河榜第1位登榜弟子。下一组，万罗峰耳聪对石龙峰何哭。长老且慢，望听我一言。
难不成你想退赛？弟子不敢。众所周知，我与何必为同胞兄弟，那耳聪目明也是情同手足。弟子斗胆进言，让我兄弟二人迎战耳聪目明，好打个痛快。弟子何必愿与家兄共进退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耳聪目明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弟子愿与兄弟一同迎战，望长老应许。好，难得你们兄弟齐心，精神可嘉呀！双人配合竞技也有益于同门弟子增长见闻，特准许你们4人同时等类较量。石龙峰何哭何必对战万罗峰耳聪目明，比赛开始。耳聪目明施法将何哭何必拉入幻境比斗，而山河院能将幻境中的画面显现出来，任人观看。好厉害！青山不改，
我宣布和魔气。魔气入体，他们心智失守，走火入魔了。师兄，这次想要我兄弟的命吗？师弟不敢。他们用了魔宝，若不是我们6域阴雷剧毒出狱，含糊，技不如人，莫找借口。输要输得起。可是，哎，多谢师兄出手相助，我们认输了。长老，我闯入赛场救人，虽情非得已，但确实干扰了比赛，请长老降罪。无法，我自有判断。我宣布，本场比赛万罗峰耳聪目明获胜。你们俩不要得意太早，魔宝是双刃剑，威力只是表面。然而稍不留神，就会心智失守，坠入魔道。耳聪目明，若你2人再度被魔宝反噬，迷失心智，门规戒律必不轻饶。你们听清楚了没有？是，长老。你们2个也莫要气馁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唯有用功实真，回石龙峰继续苦练吧。是。慢点。嘿嘿嘿。叶师兄，我们先告退了。站住！哪里来的魔刀？叶师兄啊，这是我们在地底魔窟跟踪方寒时，击杀白毛飞将缴获的。哦，白毛飞将何其凶猛，就凭你们2个货色，也能将其降服？叶师兄，当时数只白毛飞将正在围殴方寒，我们隐匿行踪气息，趁落单的飞将不备时下了暗手，也算讨得个便宜。对，讨了便宜，都是便宜。退下吧。谢师兄。走，下一场紫巅峰方清微对战玄铁峰李小飞。我们走。是。哼。
么熟悉，就好像是我的一部分。他想带我去哪儿？这是什么？镜子。这人长得跟我一样。我是红姨，你又是谁？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闭嘴！装神弄鬼！嘿！是梦啊。红夷郡主，你居然还活着！哼，你也配提红夷？那个红夷郡主是谁？这些事你不需要知道。哼，要不是你长得像我的一位故人，你早就死了。世间竟有如此巧合之事，我真的那么像他？不如，方寒，方寒，方寒！我只希望身边有你。你叫方寒是吗？你叫我红衣郡主就好了。我也是上山来求道的。永远在一起。方寒，你的心跳得好快啊！何不睁开眼睛看看我？红衣，红衣，这是你呢？
真人子弹当无钱，三关之中精气神，自欲不死修天门。你竟然敢对我使用魔功！我用的是魅惑之术，又不是要害你，何必这么生气？难道你不喜欢吗？我性不改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囚禁我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安心做事，以后你自然会知道。不要再自以为是，出去吧。刚刚红姨的剑是不是闪了一下光芒？没错。这剑是在提醒我什么？难道说是方小玲的原因？此剑乃红衣贴身之物，残留着红衣的一丝气息。既然他对方小玲有感应，那也说明此人绝不简单。这红光你早就看到过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又如何？以你现在的境界，不过是徒增烦恼。方寒，努力变强吧。只有强大，才能随心所欲。